大部分的大人啊，年岁愈来愈大，筋肉甲体力就愈来愈退化。台中市东区的干城里关怀站就专工请老师来教这阿公阿嬷跳舞，或者老大人拢跳甲真欢喜。对教官坐伫椅啊，看起来拢是简单的动作，不过对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来讲，真无简单。 还可以的，每次跳完都怎么样？比较轻松。怎么说比较轻松？都就筋骨比较活络啊，那样。朋友聊天呢、哎，有没有每次运动完回去都腰酸背痛，连跳这么？对啊，我老婆帮我按摩啊。 因拢是干城里面热心的里长，争取卫生局的经费，鼓励因行出室外来运动，进行每礼拜1摆的运动课。运动本身要包括有心肺的训练，还有肌力的训练，还有柔软度的训练。所以我在教运动是以体适能为主。每礼拜5进行2点钟的运动课程，你来嘛定定安排手作，希望予士大人会当有健康快乐的退休人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